后来，这个姓吴的嫌犯涉嫌来杀害着家己的阿嬷洪秀雅禁见。检警调查了后嘛，认为讲，伊真有可能嘛牵涉着14年前这个女大学生的失踪案。若讲到这位姓刘的女大学生，伊是彰化人，失踪的时阵都是读嘉义中正大学4年的。失踪之前是转去彰化帮爸爸来过生日，想袂到转去嘉义的学校了后，人就无去了，就安尼消失着14天咯。家属是有目屎哭甲无目屎，但是嘛相信讲伊要活掉咧。伊的阿嬷佫讲，伊佫咧等这个查某孙转来团圆。我嘛望是你阮迄孙会转来啦，今仔日一个团圆。想到失踪14年的查某孙，到今也无消息，阿嬷讲甲脑更甜。我相信伊还有伫咧款啦。老爸爸嘛相信查某囝也搁伫咧。问是名什么会？人伊嘛讲还有在，除非被软禁，还是被送到国外。老爸爸讲，查某囝真够读册，是推荐考到嘉义中正大学体学系，每2礼拜拢会转来彰化一摆。上尾一摆是查某囝读大学4年的时阵，特别转来厝诶替过生日。要转去学校，爸爸佮专工载查某囝去嘉义火车头。最后的谈话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按你那时候就有在心里。”我说：“可以，你那时候毕业。”他说：“当年的6月13号。”已经讲好啊，人煞碰见。一有空我没上班，就开车去等透暝哦。我今仔日无班，我就等到明仔载啊。拢无消息，等45天。老爸爸讲，捌看过一个白头长尾啊姓黄的查甫同学，和查某囝有来往。该阮含你去甲嘉义民雄火车站，那拢有一个查甫来载你。迄个查甫是安那留个小辫子，朋友嘛无遮好诶，就正常推论啊。查某囝失踪，厝的人随报警。姓黄的查甫同学甲警察讲，唔知伊人走去倒。直到14年后，伊涉嫌杀死家己的阿嬷洪压起来。检警认为查某大学生失踪案嘛甲伊有关系。老家的人心情真歹，希望检警定调查后会当传出好消息。